大家好，我係 Matthew 黑超，今日想同大家講下的士，因為咧見到單好搞笑嘅新聞啊，就係有位叫周國強嘅人士啦，佢就促請政府用400-500萬咧去收翻現有嘅的士牌，佢就話喂720億啊，對香港政府嚟講濕濕碎啦，呢個係一個邏輯嘅問題，的士牌即係當然我好同情某一啲諗住腳踏實地投資有的士牌嚟養妻活兒嘅星斗市民，好同情佢哋。不過同情歸同情，如果政府真係咁做，咁炒窿樓啊，唔好話炒窿樓啊，買樓嚟自住，喺高峰期買咗，現在淪為負資產，俾銀行 call 緊窿，又冇錢去找數嗰班人，係咪要幫埋呢？炒窿股票嗰班係咪要幫埋呢？我諗住退休㗎啦。一鋪過買咗啲股票，諗住每年收啲股息嚟退休用嘅，呢堆係咪又要幫埋呢？如果佢係貶咗值嘅話，即係呢個係一個邏輯嘅問題，因為的士牌呢，首先唔係必要嘅。如果你諗住攞嚟營運做生意嘅，你可以租，同住房一樣，同住樓一樣。我哋做得一個投資決定去買樓，你就要承擔相對嘅風險。咁投資嘅嘢真係有贏有輸，贏咗固然開心，輸咗都要接受現實，都要負擔呢個責任。所以嚟講，的士牌回收用呢個價錢呢，真係未必係一個合理嘅事情。再講，我認為的士與網約車呢，絕對係可以共存嘅。好多國家、好多地區都有共存嘅例子出現。問題在於你點樣去監管得好啲，唔好再咩事冇事。問題在於你點樣去監管得好啲，因為現在咧係一個唔公平嘅情況。何謂唔公平嘅情況呢？的士要營運，佢哋嘅營運成本係比網約車高好多，無論係驗車牌費、驗疏都比網約車高好多。網約車好簡單，好似我咁有部私家車，登記加入嗰啲某啲網約平台，你有效嘅保險、第三者保險各方面咧，有效嘅牌照咧，佢已經容許你接單，而個收入係同的士差唔多，甚至乎更加多。咁呢度就造成一個唔公平嘅現象啦，因為的士司機佢嘅營運成本高，但係得到嘅回報係接近差唔多。客源就一樣噶啦，大家都係依堆客源，但係點解的士嘅業界話現在客咧就越嚟越難做，個個都衝向網約車呢？其實呢啲真係的士司機嘅神助攻，某一小部分比較惡劣態度、比較敗類嘅的士司機咧做到咁嘅。我哋先講佢哋嘅服務態度啦。因為沒有監管，就唔同你網約車。喂，如果佢差網約車，我 call，我可以劣評佢，我可以向平台投訴。但係的士嚟講，你投訴無門嘅，好難揾到一啲能夠正視投訴嘅機構去幫你反映翻一啲你不滿嘅情緒以及意見。呢個第一點啦，即係冇一個機制去投訴佢哋。如果有，都係唔係幾行得通。第二就係佢哋啲保險，因為的士司機其實同 van 仔司機一樣，有班撞車黨。點解會係咁識嘅個芒？不過算數，定期撳一撳，唔好意思啊。即係講到有班撞車黨啊，我識幾個朋友都不幸地中過撞車黨。譬如個的士司機見到咁樣懟埋去，或者咁樣走出嚟，你會懟到佢呢？佢就走出嚟俾你懟。繼而，即使佢冇乜傷，佢都走去醫院去驗傷，又話呢度痛嗰度痛啊，揸唔到車啊，隻腳痛啊，各方面咁樣去 claim 保險，咁樣去不勞而獲。簡單嚟講就係去屈保險公司賠錢，係有依類型嘅案例嘅，無論的士或者小巴司機或者客貨車司機都有。咁久而久之，咪令到個保費攀升啦，喺呢個業界嘅保費攀升啦。因為好多人 claim，
一個每個月 claim 翻你3-4萬蚊人工，可能半年做唔到嘢，1年做唔到嘢，喂，呢度幾廿萬嘅喎，唔係少錢嘅喎，兄弟。所以咪導致到保險公司要加佢哋保費咯，成個業界去加。的而且確喺現實嘅社會係有一班咁嘅害群之馬，繼而導致到佢哋嘅營運成本好高。咁呢兩個原因就令到某一啲真係腳踏實地、真係好嘅的士司機都遭殃。咁現在眼下，我哋見到，喂，佢哋兩邊勢成水火，一邊又自己放蛇，雖然用途唔大，因為網約車其實大家都知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科技所帶嚟嘅趨勢，全世界都有，亦都俾到乘客安心、安全、安定、安穩。你見到個路程點行，佢唔會兜到你路。你見到邊個司機各方面都有一個保障性喺度，所以咧網約係勢在必行，亦都現在政府話開始要監管，咁就應該係要咁做嘅。特別係首先要做翻一個公平嘅環境俾佢哋兩個接近性質嘅營運者先啦。即係何謂公平嘅環境呢？就係兩邊都要監管。的士應該要學下澳門咁樣，逢告必查，同埋裝下啲黑盒去睇睇有冇違法嘅事情。網約車亦都要監管翻佢哋嘅驗車、佢哋嘅保險，真正發牌去做，咁樣就能夠做到兩邊都能夠並存，因為其實都冇乜衝突嘅。的士始終係有啲優勢嘅，個方便性啊，喺條街度截，你截唔到網約車啊嘛。網約車一定係要透過平台去 call 點對點，或者點對點對點，你全部嘢都要透過網絡去做嘅。而的士就係贏咗個方便性，所以未來咧希望見到兩邊都有進步。喺的士方面就監管得好啲，做多啲嘢；喺網約車方面就發牌，去開始制定一套遊戲規則俾佢哋，令到呢兩個業界都能夠和諧起嚟，咁就 perfect 啦。今日分享係咁多，thank you。